就是啊，有话好好说啊。有话早我讲啊。合作风筝计划就是因为参像这种迷惘的、迷途的孩子，因为参像长上风吹共款，身躯顶拢有勾一条线，咱要做就是把迄条线诱互按，把因带转来咱的身躯顶。戏剧会使改变生命，技术会使净化人心。10几年来，青叶明用剧场表演陪伴青少年，互因发挥创作，找到人生的价值。其实，阮做戏剧节，同主要的目的是，互即寡的学生啊，来去找家己到底想要做啥。我都想讲要陪青少年行一段伊青春的路，尽我所能的甲伊陪伴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3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